来乡亲啊，这波的寒流有影是真冷，互人为脚底冷起伫头壳顶。台湾各地头的温泉景点甲野溪温泉，嘛拢真侪人去浸温泉。既然太平山落雪啊，真侪人步行转来到山顶看雪。啊，伫咧半路太平山国家公园内底九指泽温泉嘛变甲真热血，当地温泉温度是真悬，所以游客来山顶进前，拢会伫咧这个家煮温泉冷含欢喜。现在宜兰真的超级冷，我们现在就在九指泽温泉这边煮玉米，还有水煮蛋，超比一般水煮的还要甜，还要 Q 弹。吃完这个水煮蛋跟玉米之后，后面的行程是什么？有要上山去追雪吗？有，我们现在我爸爸正在装雪链，准备上山了。气温降落来，和惯势住伫咧亚热带气候的台湾民众真袂惯势，变若寒流扫来，宜兰花莲地东的温泉风景区地变甲热热滚滚。啊，这是地东太麻里乡的金轮野溪温泉。伊温度有够，啊，你浸时间都好，啊，伊会憋寒，你就感觉好撇个。不过洗温泉嘛是要看家己的身体状况，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患者不适合洗温泉，因为温泉会互人的血压升悬，增加心血管的负担，可会造成脑中风。糖尿病患者骹手的敏感度歹，可会烫着伤，和空喙断气风险。就算身体健康的中年人，嘛要注意几项禁忌，除了一摆莫洗超过15分钟，总压强的时间嘛莫超过1点钟，浸的管道唔通超过身长。洗温泉的时，别拢要加补充水分。另外，人疲劳、困眠无够，嘛莫洗，腹肚枵或者是食伤饱，嘛唔通洗。上重要的是啉酒后嘛唔通洗，会记你这个关照，就当享受洗温泉的趣味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